边几cancer 不是，但是牙了老早给 step 的，第那老了几你去这证明忙不穷不的，你去证明忙不穷面的嘛对吧？看到了几个说，超今年光是讲过去不超，那当然像俺这个比较凶的，这个呗土狗，他把都是家凶的原因呢，这那边到老开些拿了呀，他这个说光把这些拿些，开始讨论边呢这让完的，当然是给那段里啊，这牙给亲不亲要的，这里面就他这怕这可上我们这边经济储备跟他们就里啊，判断是给写的，但因为呢，这个怕满足光里啊，怕主要真脚不着腿啊，这些那满足光里啊，这牙兄弟你们都这干么这塞不去，干么路不着穷那是，这里是不轻松。看来是两去给了，决定不带啥，等于说不能信息，找他们的，误他们的，忙不出去。这找他们咱们的些年了，真的，但是，那怕俺们这个那怕加拿老州的事儿不，看来是老几个年里啊，这，你就怕嘛，这要不这个老你说那，突然说那事儿不，真是给些不，其第找了大钱。这加拿大老州的事儿，真这个找到我们些年的穷人事儿，其实这个点啊，你最这个点被塞些了切，这家兄弟们都干么路不是穷那是，这都的干么的找新不了都行，这干么的塞不是穷，这也不是穷为民呢，干怕找说都行。兄弟多呢，这原来拿大牙他去多，但都因呢这木头呢这。干么子的塞不也不穷比民呢？那让心你个老爹不是穷了吧？这的干么子做什么？这他说确实呢，我妈当不到不得刚才是不穷不的？这就不是这参没见识不是？他刚才忙不穷不的？这给没当下不的事儿不？他的这个团呢，做大了忙不起去，这个刚才忙不穷不的？但因为他在家里呀，确今年就这家兄弟呀。天干的这个土中里面呢，就说了，这把钱了，个个不是穷。那这个年当还有没得怕天干这些需要了，这个个个也被因啥？第一趟呢，天把钱不休息，钱得来说去。我们因这没人给来些的说了，这把钱嘛到呗，土人给来些的天干这不是给我们吧？这没人来些的这，或者说这些开始减呢，是让这团大我们团里啊。就往这儿是来买点的，这当给推出的，他的点手头啊，这个面都，但因为呢，记得就这拿了呀，这个这个这培训的，这人训的或者拿这个拉钱的，从哪有是工作能力也不差，第一套但基本就不去找过来不去，兄弟的那个能多啦，军队给的这些，贡献能力就是嘞。另就是啥呢？他开始7.7倍呢，个地区啥呢？他们是真的就是拿了这个招人做来这，从全部这里抓了几个，当然是就的，他们下来了呀，拉线给从地头了呀，那外边都加过呀，说下里头，现在地区啥呢？见着土那什么都这。